在你的那手中，当大海翻腾，波涛汹涌，我与你展翅，暴风上空，负你人作王，在洪水中，我要安静，知你是神。我灵安息在基督里，你的恩使我安然心靠。当大海翻腾，波涛汹涌，我与你展翅，暴风上空，负你人作王，在洪水中，我要安静，知你是神。当大海翻腾，波涛汹涌，我与你展翅，暴风上空，负你人作王，在洪水中，我要安静，知你是神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，大家早安。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的早晨，我们一早我们就来学习敬畏神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的父神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昨天晚上有一夜很好的休息睡眠，一早我们就敬畏你，我们用读经祷告要来与神同行。谢谢主，孩子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 Amen。 诗篇131篇是大卫的上行之诗，这首诗背景是写在大卫即将进城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回想过去以色列的历史，还有他的过往，还有自己大卫本身的罪行，有感而发所写的一首诗歌，有一点点像是近乡情怯的样子吧。这也是以色列众百姓要进城之前沿路都要一直颂唱的一首诗歌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，诗篇131篇1到3节。第一节，大卫上行之诗。耶和华，我的心不狂傲，我的眼不高大，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。我的心平稳安静，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。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。以色列啊，你当仰望耶和华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这首诗歌只有3节，作者是大卫，他分享他自己与神的经历，用这样来鼓励后代的人。在以色列当中，若有什么人可以自己自傲的，我想就非大卫莫属了。他是一个平民的儿子，卑微的牧羊人，最后他却成了以色列最伟大的王。他带兵攻打敌人，扩张自己的领土，而且还聚集了许多的财富，使得所罗门可以来建圣殿。虽然大卫也曾悖逆过神，却总是谦卑痛悔，寻求神恩典的赦免。人的谦卑总是被破碎的一种结果，大卫也没有例外。凡是在神面前没有经历过破碎的人，他就不会有真正的谦卑。
第一节，我们来看第一节。耶和华，我的心不狂傲，我的眼不高大，重大和测不透的事，我也不敢行。这一节中提到三个不：心不骄傲，眼不高抬，也不敢行。这三个也可以是一个关系的一个连结，也就是说，心不骄傲，眼就不会高抬，也就会不敢做、不敢行越过界的事。人为什么要做大事？为了就是要高抬自己，觉得自己还是很有办法的。反过来，谦卑的人，他是会各尽本分，也懂得守住界限的。就如同圣经申命记29章29节说，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，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，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。有一次火鸡和一头牛在闲聊，火鸡说，我希望能够飞到树顶，可是我没有勇气。牛就说，为什么不吃一点我的牛屎呢？它们很营养，你吃了会飞哦。火鸡吃了一点牛屎，发现它确实给它很多的力量，飞到第一根树枝上。第二天火鸡呢又吃了更多的牛屎，它就飞到了第二根树枝。2个星期后，火鸡就骄傲地飞到了树顶。但是不久，一个农夫看到了它，biang biang 2声，很快的、迅速的就把它从树上射了下来。败坏之先，人心骄傲。箴言16章18节。没有一件事比自己觉得自己很谦卑来得更危险。司布真是这么说的。考门夫人也曾经说过，直到我把意志完全让位给主的时候，他就替我拿去一切使我不能温柔、仁爱、忍耐的性情。我的心不再期望人的称赞，因为神已经填满我心里一切的空虚。我们再来看看第2节，他说，我的心平静安稳，好像断过奶的孩子，在他母亲的怀中。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。断过奶的孩子，这个隐喻太棒了，它很生动地描写着谦卑和成熟的一个画面。希伯来的孩子在3、4岁的时候，他就会要断奶，婴儿期就在这个时候就结束了。在结束了这个断奶之后，每个孩子也因为断奶，从而学习成长。当然，成长是会有痛苦和失落的，但痛苦和失落之后带来的是奇妙的收获，不是这样子吗？我们人也不会因为断了奶，我们就长不大，或者是我们就变呆了，不会。反而我们可以知道更多的事，反而我们能够去尝到神更美好的果子跟果实。诗人隐喻自己像断过奶的孩子，只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就不再不安，因为他也不会再因为母乳而烦躁不安，因为他在母亲的怀中是感到满足的。大卫为什么要用这个形容呢？因为他写出一个重点，就是一开始的那一句话，我的心平静安稳。平静安稳有多重要呢？古代诸葛亮有一句话说，静是一种气质，也是一种修养。心浮气躁是成不了大气候的。他也有曾经说过一句话很出名，非淡泊无以明志，非宁静无以致远。彼得前书3章第4节写说，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，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。
安静是多重要的修为啊！安静是多重要的武器啊！以赛亚书30章15节说：主耶和华以色列圣者曾如此说：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你们静置不肯。安静能让人在焦虑的环境中专注于神的应许，从而获得世界所不能给予的内在力量。有一首歌，它的歌名叫《安静》，这里面的歌词有一段话，他写到说：我灵安静在基督里，你大能使我安然信靠。当大海翻腾，波涛汹涌，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，父你仍作王在洪水中，我要安静，知你是神。安静，安静是承认神是神，而我不是。有一个木匠在工作的时候，不小心把手表落在满是木屑的地上，他一面大声地抱怨自己的倒霉，一面也拨动了地上的木屑，想要找到那只心爱的手表。因为找不到，也惊动了伙伴，伙伴们也要一起来帮他，所以就拿了很多的工具，也提了灯，与他一起找手表。可是找了半天，仍然一无所获。等到这些人去吃饭的时候，木匠的孩子就悄悄地进到了屋子里，没有一会儿功夫，他就找到了手表。木匠就问他：你怎么找到手表的？孩子说：你们离开了之后，我就静静地坐着，接着我就听到了滴答滴答滴答手表的声音，就找到了。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以赛亚书30章15节。最后一节，第3节，经文写道：以色列啊，你当仰望耶和华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最后大卫留下这句话，他就是要来劝勉他的同胞，也可以说是后面每一个看到这一句金句的人说，我们也要像他一样专心的仰望神。他鼓励以色列人学习大卫对神的信靠。大卫写的这3节，第1节是对人说，到了第2节他是对自己说，到了第3节他是要对整个以色列以及所有每一个听到福音的人来说。提醒你所有的人要谦卑，不要背逆神，要亲近神，不亲近偶像，不要追求外在的一切。以色列啊，你当仰望耶和华，从今直到永远。今天我们读到了这3节，很快的就念完了，但是19世纪人称为讲道王子的司布真就曾说过，这3节是最短的诗篇，却需要花最长的时间来学习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是的，父神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学习这样的功课，就是当仰望神，当安静，我们的心要不狂妄，我们的眼也不高大，我们也不要去做重大和测不透的事，因为神是神，我们是人，我们当仰望耶和华，因为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谢谢主，孩子祷告，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灵安息，
在基督里，你的能使我安然心靠。当大海翻腾，波涛汹涌，我与你展翅，暴风上空，负你人作王，在洪水中，我要安静，知你是神。展翅，暴风上空，负你人作王，在洪水中，我要安静，知你是神。当海翻腾，波涛汹涌，我与你展翅，暴风上空。我要安静，